似宏福苑大火裏邊不幸身故嘅外傭呢，佢哋會得到法定嘅補償呢，我哋初步估計呢係會超過50萬嘅港元。除此之外呢，佢哋會得到一次性嘅20萬，再加上5萬蚊嘅補助，即係呢每一名呢係大約係80萬港元嘅補償嘅。受傷嘅外傭呢，同樣我哋會提供5萬或者10萬元嘅補助嘅。就所有喺今次大火之中得以逃生嘅所有外傭呢，我哋都會提供2萬元嘅慰問金嘅。除此之外，無論係受傷定係曾經喺宏福苑工作，而家呢係安全嘅外傭呢，我哋都會提供每人